嚟食 pancake。好食少少就要咁排隊。有水果 strawberry， 呢個係香蕉加少少朱古力，呢個係 matcha。呢度裝修就係和風日式小木屋。呢間就好多遊客嚟排隊，咁不過都係值得介紹俾大家，因為喺附近比較出名嘅鬆軟軟嗰啲日式 pancake， 我個女中意食，所以每一次去日本我哋都會揾一間類似 pancake 店同佢嚟嘅。全世界好多人慕名而嚟食甜品 pancake， 最好配茶，因為容易解油膩。我哋就點咗呢個 tiramisu， 非常有驚喜啊！淋啲咖啡上去，提升晒成個 pancake 嘅味，而且食落去冇咁油膩。原來 tiramisu 嘅 pancake 係咁好味嘅，好濃咖啡味，有少少朱古力粉，加埋呢個 espresso， 啲味就撞咗出嚟。走嘅時候，門口仍然要排隊。